講個秘密俾你聽啦，呢個 AI 真係好癲㗎，1分鐘已經可以出到幾十個設計，仲要同人處理個 street 圖咧係冇分別㗎。首先咧，你要去 Gemini 嘅 Nano Banana Pro， 打上關鍵嘅提示詞啦 ，3D 渲染圖、寫實光線，同埋你喜好嘅設計風格，例如 Wabi Sabi， 1分鐘都唔使就 render 到㗎啦。今日咧，我哋用咗日出康城 Grand Season 一個457尺嘅兩房單位作為例子嘅，將 Grand Season 嘅平面圖 upload 上去，再打埋啱啱嘅提示詞咧，基本上就任你玩㗎啦。想要優雅啲嘅，可以試下輸入法式風格啦。如果想要日式啲嘅，可以試下用無印風呢個字眼，一個掣都可以搞掂嘅。不過你會發現，淨係打字生成嘅家私擺位咧，可能會亂晒龍。逐個指令修改，變相就會用多幾倍嘅時間。所以最關鍵嘅一步就係上傳一張 SketchUp 3D 效果圖，等 AI 根據你想要嘅家私擺位、收納櫃位，精準咁去生成效果圖。咁呢一張 SketchUp 圖又點嚟嘅呢？你要透過 SketchUp 呢個繪圖軟件，模擬翻你屋企嘅間隔啦，同埋尺寸，同埋你想要嘅家私造型。雖然網上面都有好多教學嘅，但係要精確地還原到你1比1嘅屋企環境咧，始終都要有一定嘅繪圖知識同埋時間成本喺裏邊嘅。所以如果你想快又想準，其實唔一定要自己由零開始畫嘅。你可以好似今次 Grand Season 呢位戶主咁，尋求一啲專業人士協助嘅。坊間咧其實都有好多設計公司嘅，一樣提供到一站式嘅服務啦。只要事前同佢哋溝通好你哋想要嘅要求，到一出圖嘅時候就已經係你哋想要嘅生活動線，而且一樣係有咁多風格係可以去揀嘅。我覺得最聰明嘅做法咧，就係利用 AI 去幫你揾出你嘅喜好啦，同埋中意嘅風格，再揾專業嘅人士提供一啲意見，同埋幫你啟動呢個項目，咁你就可以慳翻好多時間啦。你又覺得 AI 可以點樣用呢？歡迎你留言話俾我哋聽你哋嘅玩法。